話俾你知喺珠海150萬買到啲咩嘢，就可以買到呢啲超級大平層啊！可以睇到啦，仲有一個百老嘅生態公園擺喺你面前啊，一條河景擺喺你面前，而且客廳超百米啊！呢個都唔係過分嘅，過分嘅就係佢嘅實用率啊！呢套先1400尺，但就可以做到2000尺咁超大。點解呢？係因為呢個入戶位係完全唔計面積嘅，喺度打邊爐間屋都唔會臭啦。介紹翻啦，20人餐位冇問題啦吧？一個完全開放式嘅廚房 OK 啦吧？再睇翻客廳，睇翻呢啲景觀，海呢邊嘅話內有乾坤喎，呢度有間房，呢間房可以做個長者房。你唔好話佢空間尺寸細啊，衣櫃乜春都可以擺得落。另外一邊嘅休息區都好壯觀㗎，房間超級大啊！跟住我嘅腳步慢慢過嚟介紹下。嗱，第一個位置乾濕分離衛生間就唔使介紹啦。第二個位置你嘅兒童房啊，兒童房都做咗 L 字形嘅一個落地玻璃窗，正唔正？最壯觀就係我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係一個 L 字形嘅落地玻璃窗，而且日日可以望住呢啲咁嘅景觀，真係發夢都會笑醒啦！步入式衣帽間，而且係套間嚟嘅，衛生間都標配晒俾你噶啦，有興趣可以揾我過嚟睇房啊，150萬絕對可以攞低。